親愛嘅天父，我哋以詩篇第105篇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詩篇第105篇係冇列明標題同埋作者，但係佢係同歷代志上16章8節至到36節，大衛將約櫃抬到耶路撒冷慶祝嘅時候，佢初次指派亞薩同埋佢嘅弟兄稱謝耶和華，佢哋所唱嘅嗰首嘅頌讚之歌係有關嘅。詩篇第105篇嘅1節至到15節，同歷代志上嘅16章嘅其中8節至到22節嘅內容基本相同。好可能當時係喺創作嘅時候，佢哋決定係抽取詩篇105篇嘅部分詩句，寫成咗歷代志上16章嘅詩歌。作者可能係大衛，可能係亞薩、以探即係耶杜頓，又或者係希曼，亦都可能係佢哋嘅合力嘅創作嘅作品。詩篇第105篇係3篇歷史詩篇之一，3篇嘅歷史詩篇係包括咗第78篇嘅亞薩嘅訓誨詩，第105篇、106篇都係小詩篇系列，由101至到110篇嘅詩篇之間嘅最中央位置。呢3首嘅詩篇都係回顧神喺以色列歷史當中作工嘅詩篇。呢一首係一首讚美詩，稱頌神信守佢與人所立嘅約。呢一首亦都係一首敘事詩，用讚美詩嘅形式敘述以色列人自亞伯拉罕以至去到入迦南嘅歷史。詩篇第105篇係讚美神為以色列民喺歷史當中所成就嘅大事。全詩可以分為6段，第一段係第1至第7節，係稱謝神嘅奇妙作為。詩篇105篇1節，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喺呢一首嘅讚美詩嘅裏面，詩人係以勸勉會眾嚟到讚美同埋紀念神奇妙嘅作為係開始嘅。第二段係第8至到15節，神係呼召亞伯拉罕。詩篇105篇8節，他紀念他的約。105篇9節，就是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然後詩篇係述說神點樣紀念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約，特別係指到將迦南地賜俾以色列人嘅約。第3段係16至到25節，神係使到約瑟係轉禍為福。喺詩篇105篇17節，在他們以先差遣一個人前往，約瑟被賣為奴，神使到約瑟成為合用嘅器皿，促使以色列人最終係能夠定居喺埃及。第4段係26至到38節，呢度係記載摩西引領選民去從埃及係得着釋放。詩篇105篇26節，他差遣他的僕人摩西和他所揀選的亞倫。神係興起咗佢嘅僕人摩西同埋亞倫，並且係用各種嘅神蹟奇事降下10災刑罰埃及人，使到以色列人能夠從埃及係得着釋放。第5段係39至到41節，以色列人喺曠野嘅旅程。詩篇105篇39節，他鋪張雲彩當遮蔽，夜間使火光照。神係喺曠野親自對以色列民去照顧，包括係用雲柱火柱為佢哋引路，包括供應嗎哪同埋鵪鶉俾佢哋食，亦都包括打開磐石俾水佢哋飲。第6段係42至45節，以色列人係承受迦南地為業。最後神使到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去承受產業呢個事蹟，正如詩篇105篇44節，他把列國的地係指到迦南地賜給他們，他們就承受萬民勞碌得來的。喺呢一篇嘅詩篇裏邊係總共用咗50個代表神嘅他字，讓我哋去睇見他紀念、他說、他不容、他命令、他打發、他叫、他給、他領、他鋪張、他打開。透過呢啲句子表明咗5方面嘅他嘅屬性。第一方面第1至第7節，他是有作為掌管全地的主。第2方面係8至15節，他是立約和守約的主。第3方面係16至到23節，他是主動安排一切的主。第4方面係24至到38節，他是拯救的主。第5方面係39至到45節，他是供應的主。讀本篇嘅詩篇就好似係讀以色列人嘅歷史，喺呢度歷史嘅開端亦都就係神施恩嘅開始。詩人喺呢篇詩裏邊係以第三者旁述嘅身份嚟到睇神喺以色列人喺歷史當中嘅作為、計劃同埋奇妙拯救以色列人嘅經過。佢講述神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約，亦都描述呢位守約施慈愛嘅神係點樣保護、拯救、鍛煉同埋供應佢嘅百姓。喺本篇嘅詩篇裏邊，神喺以色列嘅歷史當中作工。對於呢一段嘅記述，我哋有冇係得到鼓勵同埋安慰呢？
由於藉着主耶穌基督嘅福音嘅緣故，我哋已經成為咗亞伯拉罕屬靈嘅後裔。呢度嘅以色列人嘅歷史，其實係同我哋每一個信主嘅人係直接有關嘅。我哋有冇好似詩人一樣，由亞伯拉罕、約瑟、摩西嘅生平當中，睇見神為愛佢嘅人所安排同埋預備嘅一切，嚟到完成神所立之約呢？我哋係咪有信心？而家我哋所遭遇嘅，亦都係出自佢對我哋嘅愛心嘅精心計劃呢？我哋要記得呢度嘅他，亦都係我哋嘅主。本篇係記述神喺佢嘅子民身上嘅恩典同埋作為係何等嘅深厚，我哋都要記得，他也是我們的主。請數算神喺我哋身上有邊啲嘅奇妙嘅作為，我哋必然能夠因此而得到安慰同埋鼓勵。親愛嘅天父，你係守約施慈愛嘅神，求你開啟我哋嘅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你喺我哋身上嘅奇妙嘅作為，並且知道凡事臨到我哋都必然有你嘅美意。我哋係多謝你嗰個不改變嘅慈愛，一路引領我哋，幫助我哋安然咁度過每一次嘅困苦嘅經歷，鼓勵我哋憑信心繼續去走好前面嘅每一步路。正如有詩歌所講嘅，他是神，他是神，他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神。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神。我哋都要經常嘅思想他，談論他，傳揚他，頌讚他。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